新闻一开始继续来看美国甲以色列联军上新的进度。伫咧过去这4天内底，已经造成伊朗将近800人的死亡，也连带嘛引起附近的冲突。黎巴嫩真主党因为伊朗的支持，向以色列来射飞弹，以色列反击空袭贝鲁特，嘛造成50个人死亡，335个人受伤。 黎巴嫩南部的总头庆俄恩，这是以色列发动的上新一波空袭行动，是要回应伊朗支持的真主党甲以色列发射飞弹的行为。初三一个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甲媒体讲，以色列军队当咧挖进黎巴嫩的边境，国防部长指示部队控制这个境内更较侪战略要地。מהמקום הזה יוצאים לתקיפות בלב טהרן, בדאחיה בביירות ובכל מקום אחר בו קיים איום על ביטחון מדינת ישראל. 美国总统川普的战争目标无明，对一开始美意空袭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死亡，川普捌呼吁伊朗的百姓推翻政府，暗示追求改换政权。也毋过高级官员随个背回改换政权毋是因的目标，川普初三随个改喙。Mr. President, what's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that you have planned for in Iran? Well, I don't know if there's a worst case. We have very much. I guess the worst case would be we do this and then somebody takes over who's as bad as the previous person, right? That could happen. Crown Prince Reza Pahlavi, is he an option at all in your mind? It would seem to me that somebody from within maybe would be more appropriate. 对着伊朗扩大反击区域的目标，以色列的空袭愈来愈烈，加强飞弹发射设施，也有武器工厂的力头。而且伊朗有对以色列射数十粒弹道飞弹，也搁伫海湾地区发动无人机攻击，目标包括美国驻外的大使馆。就伫个美国驻伊拉克甲科威特大使馆受到伊朗无人机攻击了后，初三驻里亚德的大使馆也受到影响。沙烏地阿拉伯国防部表示，是造成小型的火灾甲小可财损，迄当阵大使馆内底并无人。 美国国务院下令，毋是紧急政府人员，都要撤离约旦、巴林、伊拉克、卡达、科威特等地。伊朗当时还阁表示有侵袭巴林的美军基地。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